美国扣对顶关税，行政院副院长陈丽君要带团去谈判，咱拍算成让步减扣税，扩大投资甲采购。中国宣布反制对顶关税，对美国扣税34%，全放调要针对中国，搁加扣58%，拢总要扣到104%。中国背景郭台铭攻击海购将伫片湖网挖拍定，我甲怀疑这是中国要来收集情报，监控台湾。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戴金。新闻头起先来看，美国宣布甲台湾扣32%的对顶关税。咱政府成立谈判小组，由行政院副院长陈丽君带团去美国谈判，希望透过台湾先让步减少关税，扩大对美国的采购，加强企业的投资等等，来争取改善对顶关税。这减少关税品项包括汽车和保健食品。若扩大采购，包括原油、天然气、甲工业设备。咱的农业团甲工业采购团也会访问美国。陈丽君表示，咱台湾袂调降报复反制美国扣税，咱会用协商的方式来改善对顶关税，平衡台美的贸易逆差甲贸易障碍，争取台湾产业的上大利益。上新的进度，咱台湾是已经和美国直接要谈判。美国宣布对台扣对顶关税32%，总统赖清德表示，台湾已经组成谈判小组，由行政院副院长陈丽君领军，希望谈判会当比照美加美的自由贸易协定，为台美双方零关税开始讲起。行政团队也强调，拢已经做好准备。在4月3号之前，就已经有相关的代表在美方进行任何的沟通，我们觉得有完善的计划，那么有适当的人选可以去做正面的交涉。只要这个确定谈判的一个时间方式，那我们随时可以跟美国来进行谈判。根据了解，调降关税品项包括汽车加保健食品。另外，扩大采购的部分，国营事业已经完成8点4至10年的采购，包括原油、天然气、工业设备。各项民间了解会当扩大采购互补的项目。那每2年，农业类型采购团、农业访问团也会伫8、9月去美国采购，也会开放暂停真久的工业采购团。那谈判牵扯到对外的事务，当然我们以既有的管道做多方的联系。那目前，我们只能说，在跟美国政府要求能够谈判的众多国家当中，台湾当然是其中的一个。北京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哈塞特证实，台湾已经向美国联系谈判。行政院也透过面切指出，除了提出9大面向20项措施，总经费880亿的支持方案，其中工业6大面向加农业3大面向的资讯专线也已经启动，提供民众无论是资讯、就业支援，还是辅导，让产业加国民拢会当安心。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为了要应对美国扣重税，唔那是一般的采购，咱嘛要扩大向美国买武器。国防部有列一份清单，部长郭立雄表示，国家会注重发展无对称的战力。那详细要买什么武器，因未对外公开。台海情势紧张，国防部设备发布，共计16架次共蓝5只，公布存1只伫台海4khu域活动，其中15架次共计飞过中线，正伫北部西南空域。中共的舰载直升机也出现高频外海，国军严密应变处理。空军的 E2K 无经机捍卫领空，监控共军动态，严格面临机能牢固、消息性相关问题。国军进前有意要买 E2D 无经机，强化台海的侦索能量。因应美国对顶关税政策，总统赖清德表态，会加大包括军购在内的对美国采购。国军也提出采购清单，今次包括E2D 无经机引起关注。在我们完成建案并获付预算之前，我们不会对外透露这个详细的项目。最优先就是不对称关键战力的建构。郭立雄搁一摆表示，赖总统的国防预算目标达到 GDP 3%，若得到较济预算，会当增加军事投资。立委表示，军售一般是无直接贸易额度，无法度减少贸易逆差，严过会当强化台湾伫第一岛链的防卫能力。E2D 这个
预警机是台湾可以来筹措的项目。提加德罗这一个舰，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大型的一个军舰，可是它非常老了。那它的功能是不是适合我们？不是为了谈而谈。针对国军可能买的武器装备，学者认为会当增加 M1A2T 战车、M109A7的自走炮，取代老旧的战车。另外，美军现役的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虽然符合国军战略需求，也不过有后勤维保的问题。不管是从美国接收这个旧舰，或者说是看有没有可能这个自制，但是像这个美国，以商购的方式那个采购一些这个新式的雷达、武器系统等等哦，我觉得这些可能都是可以考虑的问题。另外，国安局报告示警，中共强化对台的电子战，今年就发布达到51万条的假消息。内容锁定总统国安单位台积电去美国投资，强军联合战备精神。郭立雄强调，国军看实扰的程度，启动随战备操演来应用。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川要扣对顶关税，中国是硬拄硬宣布反制，共款对美国扣税34%。在双方对下，川放调要针对中国各加扣50%，拢总要扣到104%。川的关税大战，唔那冲击全球股市，即马连川的大金主嘛看袂落啊！伊批评关税政策是错误。川普对中国扣34%的对顶关税了后，中国随宣布七日开始对美国的商品嘛扣34%的关税，同时对这种稀土材料实施出口关税。所以，川普切切搁增加威胁，要对中国搁扣50%的新关税，而安尼累计税率会来到104%，搁停止美中所有会谈。And I said if that tariff isn't removed by tomorrow at 12 o'clock, we're putting a 50% tariff on above the tariffs that we put on. 对这件代志，中国商务部的回应是：若美国坚持安尼做，会奉陪到底。有消息讲，北京所来会把报复的主力放伫美国的农产品，也甲禁止美国电影进口这方面。美国以对等为名，行霸权之实，牺牲各国的正当利益，服务一己之私，将美国优先凌驾于国际规则之上，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经济霸凌行径。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华府特派员安东尼·佐切尔以异教的理论 The Game of Chicken 讲无爱命的上大这种赛局来形容川普这场全球性关税贸易战。川普上台早短11礼拜，华尔街金融市场就已经损失11条美金。伊的华尔街大金主比尔·艾克曼、肯·格里芬已经看袂落去，小连续出声批评。格里芬讲，关税是重大错误，等于是对一般家庭加重税。Right now, the tax is 54%. Once we run out our inventory, definitely we're going to raise the price of 54%. Would you be open to a pause in tariffs to allow for negotiations? Well, we're not looking at that. 川普伫家己的社群媒体答问，爱美国人唔通认输，唔通做戆人。伊坚信关税会当甲美国失去的制造业甲找倒转来。不过，伊伫参议院上中型的当时，德州参议员克鲁兹已经开始烦恼裁员、高物价、经济衰退，恐惊会互共和党伫明年的期中选举输面会变正大。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美国的对顶关税扫全球，后边这边协商是针对汽车和工业产品，向川建议关税0对0。不过川伊唔接受，伊要求后边就爱甲美国买价值3500亿美金的美国能源，这双方的贸易逆差才有法度小赌。We stand ready to negotiate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ndeed, we have offered 0-for-0 tariffs for industrial goods, as we have successfully done with many other trading partners. 到底川普的对顶关税对全球市场投一粒正大的震撼弹的时阵，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拜伊伫比利时的布鲁塞尔放出善意，表示讲欧盟已经准备好随时针对汽车和工业产品和美国达成零关税对零关税协议。为着维护自身的利益，欧盟嘛做好反制准备。欧盟会伫4月初9针对第一批反制关税来做表决，若是通过，
第一波25%的关税会将对美国280亿美金的出口线选招在进口商品4月15开始征收。第二波针对美国汽车等产品的反制关税5月15来启动。不过，川普敢若是对零对零关税并无满意，伊伫白宫两厅办公室接受媒体问的时阵，伊表示讲，这根本就无法度来解决下大西洋之间的贸易逆差。EU has said that they have offered 0 for 0 tariffs on cars and industrial goods. Is that not enough? Well, the EU, no, it's not. The EU has been very tough over the years. I always say it was formed to really do damage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trade. That's the reason it was formed. 川普直接表明讲，只要欧盟承诺采购和贸易逆差顶大的美国能源，就当直接来抵消美国的赤字。We have a deficit with the European Union of $350 billion, and it's going to disappear fast. And one of the reasons and one of the ways that can disappear easily and quickly is they're going to have to buy our energy from us because they need it. They're going to have to buy it from us. They can buy it. We can knock off $350 billion in 1 week. 公司新闻洪如梅编译。较早大家拢有美国梦，真侪人想要移民去美国改善生活环境。不过，即马Trump第2届做总统了后，伊加强打压移民，限制多元性别的价值，致使有不少多元族的美国人切心来离开，搬去到墨西哥。55岁高美姿是一商业管理顾问，3礼拜进前揸7个行李箱加狗仔到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市段。高美姿原本住伫美国旧金山，不过川普上任了后，取消这场请多族的人才，加放弃这场其实的DEI计划，会失去投入合约，伊就决定选去墨西哥市段。后生是当年伊爸母希望互伊一个好的生活带去美国，即卖伊因为同款理由回去祖国。I'm American. There's parts of America that I'm very proud of, that I like. So I might go back, but right now, I'm just looking forward. I'm looking ahead, and when I look ahead, I see a life in Mexico. I don't see it in the U.S. 38岁瑜伽教练甲运动网红西门尼斯有波多黎各的血统，3年前去墨西哥住。伊讲川普对多元性别无友善，上任了后，佮取消 LGBTQ 族群相关的政策甲计划。最近伊等于洛杉矶，明显感受就业环境对优秀人种的歧视眼光，包容多元族的美国梦根本就变调。The United States is not the country that it once was. The American dream no longer exists, and those who are able to elevate and get further in life in the United States are typically people who are, blonde hair, blue-eyed, white Americans, and the rest of us not so much. 移民原因是要互家己甲亲人追求更较好的生活条件。根据世界人口回顾的数据，2019到2023年疫情期间，有60万名外籍人士刷到墨西哥住，人口增长率高达3%。这段期间申请居留或者是延长居留的美国籍人士暴增70%。另外，海外美国人协会2023年统计也显示，住伫墨西哥的美国人占海外侨民总人口的1/5，显示墨西哥已经成做移民的热门地点。公司新闻张淑芬报道。咱台湾的海底电缆今年定定去互挂断破坏，而且有几若届拢和中国宽基轮，也就是挂牌船有牵连。昨有一只中国背景的船，号做远东明月。伊插西亚山共和国的国旗，讲是机械故障，伫咧偏乌望湾东边0.45海里的所在拍定。虽然这搭是无海底电缆，不过这只船驶来咱的禁止海域，今仔下晡才离开。咱的海巡有专程监控，我感觉怀疑这是中国要来收集情报，因为这毋是中国头一届变这款出头啊。亲像顶礼拜中国发动对台军演，都有挂牌船参加演练。其实这挂牌船应该是渔船或者是货船的船头家，为着要省成本，就甲船登记伫咧一寡法规较严、扣税较少的国家，插迄个国旗来行船。中国可能就是利用这寡特色，透过民兵假说挂牌船来出海收集资料，监控台湾，未来要应用伫咧台海作战。
台湾周边海峡的海底电缆最近好亲像一直互中国宽基轮破坏，其中国以有中资背景的岛国籍丰泰轮今年2月涉嫌挂断海底电缆，引起关心。公安局把这种手法列作是中共暗中侵扰的新做法。中共顶礼拜对台发动海峡雷霆2025A 操演，海巡署证实有宽基轮参加。不过，即马阁传出有中资背景的西山共和国籍货轮远东面馆，以其海各种的理由，测试掉伫澎湖望湾海峡，伫澎湖望湾东方0.45海里路定。这个海峡并无铺设海底电缆，船已经进入咱国禁止水域，海巡提高警觉，专程跟踪，甲对方通话。不管是进行直接的破坏，或者是在收集相关区域的水文，以利日后的军事的侵扰。那我想，中共在这方面已经下了非常大的功夫。那这一次，我想也不例外。海巡表示，远东面馆为中国福建出发去1年，这边下晡起定离开。根据交通部航港局台湾海峡巡查动态资讯系统显示，远东面馆已经驶离开望湾海峡，来台南外海。专家讲，中共科技巡查入来领海，海巡一定要落实上船检查。我们的海巡的那个光电球哦，他们的摄影照备其实都不错哦，甚至比海军好。这部分来讲没有问题哈。但是为什么要登检？就是说上船看看他们到底是真的故障，还是说有其他原因？我觉得这部分来讲哦，是我们鼓励海巡署能做的。对于中共透过宽基轮等民兵船的方式，无排除进行军事侦查，海巡嘛爱走纵反制。专家认为应该投入更侪无人机协助跟踪，才会当有效减轻人员甲船只的消磨。记者综合报道。最近有不少中国配偶或者是新住民的第二代收到移民署的通知，要求因3个月内就要交出丧失原国籍的证明文件，若无就会撤销因的居留证甲台湾的户口。移民署表示，这一切拢是依法办理，并无针对中国人。若准因证明的文件摕袂出来，拢会使向移民署反映。中配网称，荷兰废止居留许可风波才拄啊落幕。移民青年倡议电线专业公布，最近一寡中配也是新住民2代收到移民署的通知书，要求当事人补交丧失原籍公证书等证明文件。若是无伫3个月内完成，会撤销定居证甲咱国户籍。最早其实3月的时候就有这样的状况。我虽然说目前没收到，我也可能不知道会不会收到，但我自己也会有点紧张，就是不知道下一个会是谁。如果您是93年之前的话，对，他不会跟你要啊。我就收到了，我拿身份证22年，你们政府相关机关有缺失这个文件，不可能22年跟我追讨。新2代嘛，伫社群平台替妈妈出声，放甲移民署人员对话的录音，表达无奈心情。也有人讲，妈妈来台湾已经30年啊，有台湾身份证、护照甲台胞证，伫中国无任何身份文件，却常常收到补交通知，互一家伙真意外，只好赶紧请中国的亲情斗3工。毋过嘛，拄着挑战的情形，爱妈妈登去中国一转，家己办较紧。毋过嘛，坦白讲，伫两花敏感的时阵，感觉真为难。30年前，那时候就是没有强制的一个要求，突然有收到这样子的一个文的话，就是蛮困惑的，然后也会有恐慌跟害怕。针对部分的个案，如果有实际上无法克服的困难，可以向本署反映，本署将会同陆委会及海基会等相关机关或单位，寻求合理妥适的解决方案。移民署讲，一切依法办理，并是针对特定族群，并表示目前核准伫台湾定居的14万个中配，大部分拢有交付相关证明，敢若部分无提供下陆续通知。同时强调，对于认同中华民国的中籍身份的人，若是有文件申请实质的困难，政府绝对会依法保障权益，无需要伤过烦恼。记者采访报道。来看缅甸大地震，高达要2礼拜啊，造成3600个人死亡，160个人失踪。目前交接了搜救，当地大概有150间的庙寺甲宝塔倒去，同灾区的居民有路无厝，想要恢复因过生活，恐惊是无遐快，嘛无遐简单。伫曼德勒嘅西南部有200年历史嘅马哈贡美寺，伫大地震过后已经失去金光闪闪嘅光彩，倒去嘅建筑变作土石堆，规个是密密茂茂。迄当阵做导游嘅马屋，当初游客伫一间庙外口底翕相。ผู้คนเลยไปบ้านไล่ปัวถึงมาม่าในดินามาพี่อ้อนอยู่สิตะปงเลยตะปงเลยใหญ่เปียวมาม่าดูคุณน้ามาโมโวเปโรนกสันนี่ลงชีเดชิงหามาเงี้ยลุกเดชิงหามามาม่าดูว่าชิงหามาที่เอาจังเปียวได้ชิง讲到用来生活的工课都安尼无啊，马有是规个挡袂掉，耗出来。大一表家人呢嘛，可能啥嘞？
我米扎都撇的路看啥的，有家米多家的。根据缅甸官方的统计，当地差不多有150间庙和宝塔伫大地洞内面拢倒去。当时当中间恢复伊本地形，即嘛是无人知影。万德力灾区伫大地洞过后12天，已经有10货店重开店在做生意，卖食品含粮的才基本的民生用品。不过，同款有真侪灾民是困伫街仔路，其中万德力的赛盘区的状况是搁较凄惨。当地伫大地洞发生了后，随着引发大火，甲400户民家厝烧了，民众只会当伫废墟求生。你录到了，个你哋睇睇嘛做到了，爱睇睇我看没录到，两家人睇住播到了，我拍呢，个你嚟看，个你嚟看比较暗呢，你容易啲呢，我讲你包过比较。联合国人权办公室指出讲，缅甸无受到军政府管控的地区，灾民只会当靠组成团体援助，人道危机是更加严重，呼吁国际社会斗相共。目前缅甸大地洞死亡人数已经起立到3600个人，还有160个人失踪，搜救工作嘛搁在进行。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来看咱台湾的文化部去年12月底试办培育台语家庭的计划，参加活动都会当扣点数摕奖金。第一期有1800多个家庭参加，即阵第二期嘛要开始啊。有台语家庭建议办一寡多元形态活动，互台语会当更较生活化。龟仔年伫倒位？啊，你有看到？这是啥物？龟仔年啊！龟仔年，来，迄个大条对无？这是西洋龟仔年。伊顶完这个敢会老？就是为遮安尼切掉就会使，留一段。哇，这大只的！耶，这大。听到要找龟仔年，囡仔随反应过来，这个菜园是因兜的菜园。这阵囡仔自细汉就伫咧厝内讲台语。去年12月底，文化部推出来试办培育台语家庭计划时，因着申请做正解的台语文化家庭，因为对这个囡仔来讲，用台语生活已经是真自然的代志。高丽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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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高丽菜。我甲恁讲者，你已经超过啊。参加台语家庭了后，无论是大人也是囡仔，拢爱参加台语活动，扣20点的点数。文化家庭甲翕电影片分享学习成果了后，每一个人得当摕到1200块的奖励金。亲像伫咧菜园买菜进前，妈妈带查某囝去参加桃园图书馆举办的台语广告活动。不过伊国校4年仔后生煞无想要对，因为对伊来讲，这款活动伤过无聊啊。妹妹今仔就去参加迄故事的，你来无？因为敢若伤无聊啊。参加过无聊的，上无聊的，你感觉是啥？龙爷。因为这个囡仔台语已经真练当，有一定的程度，所以妈妈也发现讲，爱因去参加一寡台语广告的活动，拢招袂行。妹妹即马是2年啊，毋过嘛足紧伊就会变做中年级的学生啊，对啊，所以伊可能就对广告书即种活动可能就会较愈来愈较无想要参加。加上真侪关市办互台语家庭扣点数的活动，拢是台语广告占多数，嘛有其他台语文化家庭的妈妈认为活动伤过相共，囡仔就无兴趣。细汉拢会使带因斗阵去佚佗，还是去听，伊拢会对你。但是较大汉伊有家己的意识，伊嘛会想要参加伊有趣味的、有兴趣的活动。因也建议文化部伫咧未来新的一期计划内底，会当改变活动内容，办一寡台语运动比赛、电影放送，也是农场、露营这款的活动，提升囡仔参加意愿，可更较侪台语家庭加入。记者陈阿选、曾俊佑桃园报道。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新闻世界通，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